案底唔係變魔術，罪犯自新條例嘅失效盲區。好多人以為只要符合條件，案底就會好似粉筆字一樣被抹掉。但係喺法律層面，呢個並唔係刪除，而係隱藏或者唔披露。根據罪犯自新條例第4條，法律列出咗大量嘅例外情況。喺呢啲情況之下，即使你嘅定罪已經喪失時效，你依然必須如實披露，否則可能面臨法律後果或者喪失執業資格。第一類，專業人士嘅誠信門檻。如果你打算投身以下界別，法律規定自新機制完全唔適用，你必須向相關監管機構披露所有刑事記錄。醫療專業，醫生、牙醫、藥劑師、護士等；法律界，大律師、律師、金融誠信界、會計師、保險經紀、信託公司嘅高級管理人員、教育與社工，涉及接觸兒童或者青少年嘅特定職位。第二類，執法與司法機關，維護法紀嘅人員，底子必須清白。喺申請以下職位時候，以喪失時效嘅定罪無所遁形。警務人員、廉政公署人員、司法人員、法官、裁判官、懲教署及其他紀律部隊。第三類，受監管嘅金融高層，如果你應徵嘅職位受金管局、HKMA 或證監會、SFC 監管，例如銀行高管或持牌負責人 RO， 該機構有權要求你披露所有定罪記錄，以評估你是否為適當人選 fit and proper。下一集預告：終極關鍵良民證。如果你要揾律師處理你嘅法律需要，請前往葉謝鄧嘅網頁 ytt.com.hk。